三文魚刺身拼盤，有薄切嘅黑松露法羅三文魚，特色嘅流心薯仔沙律，新鮮嘅燒料拼盤，雜錦天婦羅，飲埋個鯛魚魚奶湯。我哋今次去嘅餐廳魚之上料理食堂係一間主力做街坊生意同埋附近打工仔嘅飯堂，價錢相當貼地。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就跟我嚟啦！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最重要就係將我影片分享出去。去個方法，如果搭地鐵嘅話，可以搭1號線去到國貿站嘅 E 出口，上咗地面之後，一直向前行，過咗前面馬路，轉向左手邊，跟住高德地圖，大概8分鐘左右就到。又或者，如果由羅湖關口一直向香格里拉大酒店嘅方向走，嚟到呢個路口轉向左手邊，其實呢一間魚之上喺華強北已經開咗10年，主力做街坊生意。最近擴充到嚟國貿站呢一帶，佢哋嘅門口都有餐牌，單人套餐都係39蚊起。又或者有其他嘅菜品，鰻魚飯、蔥燒肥牛飯。入到入面望一望呢度嘅餐牌。我哋就點咗個雙人套餐，有前菜、沙律、刺身、壽司、湯品、甜品等，294蚊。當我哋點好菜之後，就喺附近度行下，喺旁邊有間飲品店，都係佢哋嘅，有即磨咖啡、手調飲品等等。裝修到好寫意。而旁邊有個做手工嘅地方，可以買杯飲品過嚟做下拼豆，中意嘅朋友可以喺度玩下。首先上嚟係前菜，餐前小食2選1，一係就鹽烤枝豆，個枝豆烤過之後，再喺上邊滲一啲粗鹽，咁食落去就唔會凍冰冰，鹹鹹香香，仲有一種烤枝豆嘅香味。又或者可以揀三文魚黃金甲。用新鮮嘅三文魚皮炸到金黃香脆，喺邊位度有微微嘅焦脆，帶有少少嘅焦褐色，每一塊嘅魚皮都係脹卜卜，起晒氣泡。我哋平時食炸魚皮就食得多啦，有冇試過三文魚皮點少少沙律醬？好鬆脆，少少嘅鹽調味。你食落去嗰時候，霎霎聲，個魚皮炸到啱啱好，相當香脆。點少少沙律醬食，熱辣辣、脆卜卜嘅魚皮。我哋送飲品或者送酒都好配合。由於隔離係飲品店，我哋就點咗呢個芒芒甘露18蚊，入邊有芒果肉，仲有啲椰奶。而呢一個山椰拿鐵16蚊，好香嘅咖啡椰奶味道，甜絲絲嘅感覺。套餐包括特色沙律、流心薯仔沙律，佢個外層用薯片圍成一個花形嘅籃仔。中間鋪滿咗綿滑嘅薯蓉沙律，喺上面有一隻流心嘅無菌蛋，可以用匙羹擘開個蛋，個金黃嘅蛋汁即刻流出嚟。滲落個薯蓉同埋薯片度，可以用薯片承住啲薯蓉一齊食。流心無菌蛋沙律可以用薯片咁樣食，試下先。好得意喎，我冇諗過薯片可以做沙律喎。佢仲要好滑，個薯蓉咧有啲咬口，有啲粒粒，好香薯蓉味道。食落去個薯片脆卜卜，跟住就係薯蓉沙律嗰種綿滑同埋沙律醬嘅奶香，口感好豐富。再咬落去就係流心蛋滲咗喺入邊，夠脆又夠滑，好香濃。精選刺身拼盤，裡面有厚切嘅三文魚刺身、北極貝刺身、北極甜蝦刺身。同埋黑松露法羅三文魚薄片，成個刺身拼盤好有氣勢。首先食個黑松露法羅三文魚薄切，黑松露三文魚試下先。佢有黑松露獨特嘅香味，估唔到配三文魚又好配喎。除咗薄切之外咧，仲有厚切嘅三文魚，點少少豉油，相當肥啊！黑松露嘅香味同個三文魚好夾，而厚切三文魚刺身夠飽滿肥美，魚油豐富。仲有北極甜蝦個肉質夠彈牙，北極貝刺身個口感就爽脆。一品料理可以2選1，可以揀雜錦天婦羅，裡面有鮮蝦天婦羅、
冬菇天婦羅、南瓜、秋葵等等天婦羅。又或者可以揀燒料拼盤5拼，呢個燒料拼盤好有日式居酒屋嘅 feel， 每一串都整整齊齊。佢哋用嘅係新鮮嘅清遠雞拼京葱，燒起上嚟個雞皮烤到金黃微脆。呢個係提燈圓碌碌，加埋個雞潤，有少少焦香嘅燒痕，食落去個提燈一咬爆汁，佢蛋汁即刻湧出嚟，而個雞潤口感好綿滑。而呢個清遠雞京葱串，雞皮香脆，雞肉夠嫩滑，個皮好脆啊，配埋啲京葱清清甜甜，而京葱嗰種清甜同埋雞肉好配合，喺上面有啲芝麻嘅香味，厚切杏鮑菇，口感厚實夠彈牙，烤到入邊仍然好多汁，而外面帶住少少焦香。烤豬腩肉，烤到個肥油逼咗出嚟，肥而不膩，個肉質夠軟嫩，喺上面撒一啲黑椒碎做調味。烤秋葵，烤到外脆內軟，有少少嘅鹹香味。我哋額外點咗三文魚腩半斤，138，用鐵桶裝住個三文魚腩，仲有啲乾冰煙，成個三文魚魚腩山，我哋打卡一流。見到每一塊白色嘅魚油邊，而中間有啲橙紅色嘅魚肉夾埋一齊，好靚佢賣相，成桶嘅魚腩，試下先。相當肥美，你食落去夠晒油潤，個魚油喺口腔裏面慢慢滲出嚟。呢個係套餐嘅5福臨門壽司，有蟹柳壽司、鰻魚壽司、熟蝦壽司、三文魚壽司同埋北極貝壽司。個蟹柳夠厚肉。套餐有個日式煎餃。煎到有啲焦糖色，外層脆卜卜，咬落去個外皮夠香脆，而入邊餃子有啲熱辣辣嘅肉汁流出嚟，可以點少少餃子汁，食落去會更加惹味。呢個可以話係居酒屋嘅靈魂小食。湯品係鯛魚魚奶湯，成個湯好有家嘅感覺，湯底呈現出濃厚嘅奶白色，而入邊用咗鯛魚嘅魚膠、豆腐、海帶等等，而且個湯冇加味精，你飲落去可以感受到濃郁嘅魚香味，帶住淡淡嘅奶香。另外佢哋有個肥牛壽喜燒，大鍋都係78蚊，有肥牛卷、金菇、冬菇、生菜、豆腐等等，最啱幾個人一齊分嚟食。甜品係日式大福，個皮煙煙韌韌，而入邊嘅心好似棉花糖咁，夠輕身，甜絲絲嘅感覺。總括嚟講，呢間魚之上主打係抵食嘅日式料理。華強北店已經開咗成10年，最近先至擴充新店，冇華麗嘅裝修，慳翻嘅成本就可以人均百零蚊就可以食到日式料理。手握嘅壽司、三文魚刺身、特色嘅日式沙律、手調飲品等等。如果下次經開國貿站，想食一間抵食嘅日式料理，不妨試下呢一間嘅魚之上啊！好啦，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撳埋我鐘仔，當有新片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約定你，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